陣營有未成年的麥當勞的員工呢，那像因為互主管甲性侵查安尼行底路，後來這士林地檢署是認定雙方是合意的關係，所以做出不起訴的處分。家屬甲律師團是提出質疑，呼籲這社會甲司法的制度應該就要甲現代精神醫學鑑定來做是拍官司的證據。精神醫學納入考量，司法看見性創傷。受害者家屬甲律師團大聲發出訴求，準年有被當作未成年員工，那像佇職場互主管性侵了後行底路。這個案件3月初5，士林地檢署以不起訴處分，針對不起訴意見書，檢察官認定雙方是合意的關係。家屬以查某囝的死提出質疑，表示明明案件經過醫生判斷，認為受害者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檢方卻無採用。請專業醫生來看的。那檢察官一直在強調說，今天他不是創傷症候群，他沒有受過任何傷害，他只是他的壓力大。他如果今天他沒有經歷過這個性侵還是什麼等等之類的，他會走到最後去自殺嗎？律師團指出，妨害性自主的案件，犯罪現場永遠無第三方通作證，受害者嘛定係因為工課場權勢不平等，真惡抵抗，甚至隨拍歹關係，閣較免講是未成年受害者，定敢來當靠親友的講法，也是醫生鑑定來主證。律師團甲民團攏呼籲司法應當甲現代精神醫學鑑定專業列入訴訟的證據補強。非常希望，檢察官不要再以就是完美被害人的思考跟準則再去看待我的被害人，因為被害人當他們遇見性侵的狀況的時候，他們通常是沒有辦法立刻反應的，而且本件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許多的修法應該納入更好、更嚴謹的一個機制哦。特別如果我們現在有許多在醫學上能來證明輔助我們司法的判決上更為精準。我覺得當然我們都希望未來立法院或者是行政司法相關的部門都應該把這些修法納為重要的一些考量哦。根據勞保局的統計，目前台灣有85%的青少年攏有做過不是專職在業的非典型工課。兵團呼籲在咧工課場應當落實性別訓練，針對企業內部的性騷擾申訴甲調查監管，攏要愛加強，嘛要愛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法的修法，要求企業要負起完整的責任。記者盧尚珠、鄭春瑤台北報道。